北风地基金会甲10月关市16间的医疗院所来举办体检，发现将近有50成的民众有脂肪肝，也就是肝包油。其中有1成的病人是散散啊，并无大颗，这嘛表示讲，毋是大颗人才会去带着脂肪肝。讲这个脂肪肝，恐惊会将做台湾的新国病，政府袂当阁无要无紧咯。一见到圆滚滚，就亲像是收水箍啊。若是无甲呛喙的，或者是无运动的关系，就可能会有肝包油的问题。您现在已经是新国病，是已经是了。对，你无听唔对，人米肝、死肝有药啊含预防射，无治好药啊的肝包油已经真做是台湾的新国病。概估计台湾的全部人口约有2成到4成的人有脂肪肝，那其中 BMI 过重、超重的人可能是4成以上的人有，但 BMI 正常的人大约1成左右也有脂肪肝。那包括内脏的脂肪，包括血液里面的高血脂症，包括皮下脂肪这些。也就是讲，肝包油唔那大颗人才有，小的人嘛有。一般轻度肝包油较无显目，不过中重度的肝包油，有的人会无胃口，腹肚胀大、疲劳，肝附近会有底痛的感觉。若是无解插，肝包油就会变肝硬化，进一步会变做肝癌。民众感觉食果子冰加正健康，不过铺伫顶面的果子就真甜。冰本身倒还好，我们担心的是过甜的大量水果，或者是我们加进去的佐料，那包括一些炼乳、反式脂肪酸这些，那这些可能对身体的热量危害是更大的。重点是伫咧袂当食啥，是你食偌济卡路里。医师提供上简单的计算方法，查甫查某拢同款。平常时啊无咧运动，体重升20，有咧运动就升25，来算家己一天食的卡路里。好消息是，若是减轻5%到10%的体重，含加食青色的菜色，阁有较呛喙咧，得当改善肝包油的问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